由3架叫做神龍嘅龍舟，拉住安放神像嘅艇喺水道度來回巡遊，祈求風調雨順。大澳呢個傳統嘅龍舟遊涌，早前連同長洲太平清醮、大坑舞火龍同香港潮人盂蘭盛會，成為香港首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。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出席龍舟遊涌儀式時，承諾政府會繼續推動有關嘅保護同發展研究工作。今日我哋聯合埋教育局，亦都邀請一批中學嘅學生同埋教師嚟實地考察。第二呢，我哋攞出咗一啲資源，就幫助做咗3艘呢個神艇同埋龍舟，喺有資源上面支持。第3呢，我哋會繼續做一個研究同埋有關資料嘅搜集工作，喺各個有關嘅佢哋嘅神廟啊裏邊有關呢度當地嘅地方志方面呢，考察嚟到整理呢啲記錄，進一步做好非物質遺產方面嘅研究。有大澳原居民相信龍舟遊涌成功向國家申遺，會帶旺呢度嘅旅遊。對旅遊業嚟計呢，就一定係帶旺啦，係帶動咗一啲商鋪啊，或者點樣佢嘅生意咧都會係好咗啦，人流當然係多咗啦，係嘛？有家長就特登帶埋小朋友嚟睇龍舟活動。當然對我哋文化保存啊，或者對我哋香港嗰個傳統嗰個紀念有價值咁樣，專登過嚟睇下，帶啲小朋友過嚟認識一下啦。大澳呢個龍舟遊涌有幾百年歷史，相傳因為發生大瘟疫死咗好多人，居民於是請出當地幾間廟宇嘅神像放喺艇上，環繞水道巡遊，超度亡魂。瘟疫過後，儀式年年繼續，逐漸成為大澳嘅傳統。香港寬頻電視記者陳雅欣。